还真是个不肯消停的迷宫。哼，不过想蓝本小姐还差得远呢。哼，我看看金在哪儿呢？哼，这种时候那个讨厌的冰女倒是能派上点用场了。嗯，移动的好快，他们在搞什么呢？为什么一直要追我们啊？咱们还没招惹他呢。为什么要逃？你们不就是来找他的吗？我应该知道这家伙的，可是，该死，想不起来。罗德烈，别遇到了！快搞清楚你的部件在不在这个怪物的身上啊！对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没错，有一块部件就在他的体内。姐，我们必须想办法。小心！安丽姐。安丽姐，你怎么没事吧？没事啊。哦，哎，罗德烈呢？向前走！小心！终于走了吗？还好，他要是继续折腾石头，我们几个都会被挤成肉饼了。刚才那个家伙到底是什么啊？竟然还能控制地震，和以前遇到的怪物完全不是一个等级啊！总觉得好像在哪儿见过。没错，其实我当时的伪装就是在模仿他，这颗迷宫星球的最终 BOSS， 真正的迷宫之主。迷宫之主？相关记忆资料还不全，但可以确定的是，这家伙绝对是个大麻烦，而且他好像也在收集我的身体部件。为什么？你的身体部件他拿了又有什么用啊？我也不知道，其中一块部件就在他的体内，我也可以感受到，
迷宫之主对其他部件的渴求和执着。啊，唯一的好消息就是，我能暂时终止和部件的共鸣，他一时半会儿应该不会来找我们的麻烦了。那还好。哎，等一下，你说他想要其他的部件？难道迷宫之主现在去找其他部件了？那紫藤和凯莉岂不是很危险吗？唉，希望他们好运吧。停下来了吗？还好，最近这种地形变动越来越频繁了，我总觉得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。哦，有反应了，难道我们要找到部件就在附近了？是这个方向。喂，抢独食可不好，不是说好要公平竞争的吗？少啰嗦，又没规定不能先下手为强。你们是来追杀我的？抱歉，虽然跟你无冤无仇，但这也是遵循大赛的规则，请不要怨恨我们。你们既然目标是我，那就是说你们都是只有1分牌的人。那又怎么样？我的3分只够你们其中1个人用，猎物只有1个，猎人却有3个，你们这样真的没问题吗？哼，他说的好像有点道理啊。你们笑什么？哼，臭小子！想挑拨我们互相战斗，你好趁机逃命吗？想得美！真可惜，在这之前我们就已经商量好了，大家各凭本事，谁抢到你的分数牌就算谁的。搞内讧这种傻事儿，还是算了。目前在场的猎人只有3个，就算我们真的互相动手了，最后顶多也只能凑到3分。否则的话，消灭其他竞争者也不失为一种办法。现在嘛，你还是认命吧。3个人不够的话，那再加上我怎么样？是谁？是谁？你是？
银爵，喂，银爵，你的目标也是这个小子吗？既然大家目标一致，那就还和之前一样，谁抢到就算谁的呗。抢？你们也配？来一个和来3个，对我来说，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区别。是我们冒犯了银爵大人。如果这是您看上的猎物，我们绝对不敢插手的。那还不滚！放心，我和他们不一样，没把你当成猎物。恰恰相反，其实我有一份礼物要送给你。礼物？接着。这是？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力量的钥匙，在你的身上，我感觉到了能开启它的可能性。你确定要找的人是我吗？我会不会把我和别的什么人搞错了？没错，不甘、愤怒，还有无法放弃的执念，这些素质你都具备，而这些反而能够激发你参赛的信心。还有这种力量，听起来……信不信由你，不过在这凹凸大赛里，多给自己留一张底牌，总不算是坏事。等一下，你为什么要帮我？这样做对你有什么好处？帮你？你想太多了，没人能帮你。这种力量要不要使用，能不能掌握，最终都是要看你自己。至于我，你就当作是我想给这场荒唐没救的大赛再加上一点猛料吧。真的存在这种力量吗？